好，来继续来看台中市，今仔日是增加一个确诊的病例，是一个30岁家教的男性的老师，伊伫个6月25了后来停课，27月初5有甲彰化一个确诊者来接触，目前控制伊相关的接触者是3个人，有2个是阴性，一个还阁咧采检。来看台中市政府的防疫记者会。那我们今天又增加1位，所以本土的确诊个案现在已经累积到197例哈。那出院有185例，轻症2例，无症状2例，中症2例。那重症这2例呢哈，现在目前都已经插管。那其中1例就是昨天报告的这个司机哦，然后还有之前的在我们石甲旺美丽店的那位先生，也是目前重症插管的情形哈。那死亡是没有增加。那跟大家报告的就是今天的这个阳性个案呢，哦，它是全国案号是15386哈，15386。那这个个案是在中区一个30多岁的男性，他的职业为家庭老师哈，他教英文跟软体设计。那因为他6月25号以后已经停止上课，那曾经搬过家，然后跟友人同住，那都没有什么临床症状。他最主要是7月5号哈，曾经跟彰化的这个个案15341有接触。那接触之后，在7月11号，这个彰化卫生局就通知他为接触者，并且安排采检。那7月12号就报告为阳性确诊，他的 CT 值是29.1，那目前住院隔离治疗当中。那本案总共匡列了3位接触者，包括同住的友人跟朋友2人等。那目前的这个检验3人里面有2个是阴性，那1人还在检验当中。那由于个案对他的这个整个疫情的调查哈，有些地方是语言不详，所以我们已经申请实联制跟手机的轨迹资料，来更详细、更进一步的来这个调查他的这个轨迹哈，还有医疗，我们会持续的来继续调查哈。那也报告一下昨天这个全国案号15375这个司机，大家可能比较关心他的一个情况，因为他的症状变化的很快，那现在已经住在加护病房插管当中。那我们累积匡列的这些接触者，目前有29人。那同住的1人，职场就是他的车行有8人，他的乘客就是我们经由这个扫描 QR code 所 catch 到、所能够掌握的这些乘客有12人，那再加上其他接触者8人，29人里面呢，25个人都是阴性的哈。那包括这12个乘客都是阴性，那还有4个他的有一些接触者，那我们还继续在化验当中，明天就应该可以向大家整个完整的报告。